大家好，我係 Philip Tsai 蔡永忠，住喺愉景灣超過40年啦。我一直都好喜歡呢個地方。愉景灣而家住咗接近2萬個居民，嚟自超過30個唔同嘅國家，講得上係香港最國際化嘅社區之一。喺呢40年裏邊，我親眼睇住愉景灣喺各方面嘅發展，所以我好期望呢個地方喺我哋居民一齊努力之下，可以變得更美好、更融洽同埋更繁榮。12月7號就係香港4年一度嘅立法會選舉投票日。我哋愉景灣屬於香港島西選區，今次共有5位候選人，競爭真係好激烈。作為香港社區嘅一份子，我哋一定要出嚟行使我哋公民嘅權利去投票，揀出最能夠代表我哋嘅議員。我喺度呼籲各位愉景灣嘅居民喺12月7號記得踴躍投票，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多謝大家。